哇，好靚喎，好大喎，有邊種車嘅空間，車仔細細，入邊可以成個人瞓低曬長腿呢？舒服程度啊，可以用勞斯萊斯 Rolls-Royce 比較啊！呢架車仔係咩車？仲要可以後座可以調校角度？呢架唔係玩具車，係日產出品嘅日產 Nissan Cube。呢架車仔細細，你睇落去咧就似玩具嗱，不過佢有入邊嘅容量啊、座位啊，尤其是我最欣賞有咩呢？就係佢嘅後座座位入邊咧可以調校角度，褪前褪後，而且日本版咧仲有7座位添啊！而且室內嘅調色咧好多配搭㗎，又有黑白啊，又有個棗紅色啊，有黃色嘅綠色，不過呢啲全部日本版嘅。不過咧，我揸咗咁多車，而且我對車認識咧都40幾年啦。呢架車係我咁多年嚟試咗咁多架車之中其中一架咧，我覺得最令我刮目相看啦，而且咧非常之中意佢嘅設計同埋成個車嘅外形內籠咧，都非常之讚歎不已一個車，希望同大家分享下嘅。有睇開我片嘅朋友都知我中意車啦，而且我手頭上中意車嘅情況呢，即係大車、細車啊、四驅啊，乜嘢我都玩過晒啦。尤其是近呢幾年呢，喺加拿大生活咗呢40幾年呢，真係買過好多車，不但止，而且近呢幾年中意玩古董車啦，亦都從古董車上邊呢又賺過下錢啦，又同大家分享過買古董車嘅心得啦。所以想知道我對車嘅經驗分享呢，可以睇翻我之前嘅片段啦。其實我都拍過唔少片嚟講車噶啦。今次講呢架入產呢架 Cube 嘅4方盒仔呢，其實真係覺得性價比非常之高，而且覺得呢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。因為個車嘅內籠啊，嗰個空間感啊，駕駛樂趣非常之高，而且呢值得大家去留意下市場上呢啲車應該點樣去揾啦。咁或者喺二手車市場啦，例如 Facebook 啊、Auto Trader 啦。不過呢架車呢，如果大家揾到嚟嘅話呢，要小心佢嗰個 CVT 個波箱嗱，呢啲呢嘅技術上問題呢，就問翻你嗰個 mechanical guy 啦，或者問你個維修顧問啦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揾呢架車嘅話呢，唔難揾，不過要留意幾點嘅車呢，畢竟10幾年車啦。嗱，車底鏽呢，如果有太多呢，加拿大只係鹽分多，一有鏽嘅話要小心處理。第二呢，就波箱啊，CVT 呢，自動波呢，即係要 keep 住換油，所以呢，呢架車嘅 CVT 嗰個 transmission 呢，好容易打柴，所以留意。有興趣留言查詢，我一定樂意同大家分享嘅。嗱，你又估下我買過幾多架呢個4方盒呢？從圖片中你又估下我有邊幾日款我買過晒呢？ OK， 最後嘅終結，可能好多人問點解我有咁嘅結論呢？因為我之前呢一條片你見到呢啲車我全部擁有過晒啦，大馬力豪華版多空間實用性高嘅車我全部擁有過。對呢架4方盒呢，我真係覺得真係有個性價比同埋對呢架車有一個刮目相看嘅感覺。嗱，最後呢，我曾經買幾多架呢架4方盒呢？從圖片中你又估一下我買幾多架？估中冇獎。